伫咧屏东潮州的幼儿园，因特别找在地真出名的歌戏班，而且是同跳小生来教唱歌戏、学台语。因也准备讲，伫咧学期结束要搬一出歌戏，大家拢嘛真认真排练，而且台语嘛愈讲愈自然。囡仔唱出歌戏，上唱阁知影爱比，因当咧排练《명武3千》的故事。唱出来，唱出来！来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教这阵囡仔的是明华园第3代秀辉园剧团的团主，伊帮囡仔改编这出10分钟的戏剧。准备学期结束上台表演，先互因知影歌戏的曲牌安怎唱出来，安怎样讲口白，所以伫内底有曲牌，有口白，啊，搁有戏。听久了后，因就会晓唱啊。然后因的接受度嘛介好，因唱了介欢喜。其实这囡仔才学了无1个月，真紧就会晓唱歌戏。自然嘛会晓讲台语。好耍啊！好耍啊！上好耍的所在伫倒位？上好耍的所在伫唱歌戏。因为咱的歌戏、咱的戏曲内底，拢总基本吼，伊演出拢总用台语吼来演出吼，啊，所以照着吼这个歌戏在地的特色吼，啊来教这囡仔了解吼，啊会当顺续来学咱的台语。唱歌戏学台语，这是潮州幼稚园台语浸水式教学课程。因是第3档申请计划，唔拿唱歌戏，对幼幼班开始做运动，老师会讲台语。一般生活课程、节日活动嘛拢用台语。潮州7成的人母语是台语，囡仔背煞拢无啥会晓讲。加在真侪人厝内有阿公阿嬷，老师嘛发现，这3档内囡仔愈来愈会讲台语，逐听逐讲台语就会进步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